昨伫台中甲屏东拢有阿爷妈妈好大人挡袂牢、动手虐待的新闻，是真恶质哦。这大人嘛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针对强养囡仔拄到困难，是要安怎来处理？咱们来听专家的建议。影片当中，5个月大红爷仔妈妈好，老爸骗袂掂。挡袂牢洗肾地，对细汉囝肾水配肾几落个。另外，屏东嘛传出有爸的女母，因为8个月大红爷仔一直哭，感觉足烦的，情绪失控，甲红爷仔摔伫涂骹，害囡仔脑部受伤，互检方起诉。对男婴哭泣会感到这个烦躁情绪失控，依照儿少条例应该加重1/2那于日前提起公诉。到底囡仔咧哭时，大人会当安怎做，才袂情绪失控？有专家是安尼建议的。阮建议就是讲，伊家己先深呼吸这样子，伊若是家己的情绪较稳定的时阵，伊去处理囡仔的苦恼，伊才有法度安尼。捌伫这些托育中心做讲师的周开华表示，大人爱先冷静，才有法度理性来面对囡仔哭。囡仔为什么会哭？会当先观察，再来判断，再做出回应。用这3步来处理，嘛会当安打囡仔，温温啊摇，也是甲因讲话，互因安心。另外，嘛会当利用社区的社会资源，参加育儿活动，学安怎带囝。有时候会觉得，是不是只有自己有这样子的状况？但其实所有透过像这样子的交流过程中，其实让爸爸妈妈也会觉得，原来我不孤单。育儿站即天拄啊好就有爸母交流课，嘛拄好就咧甲因讨论安怎处理大人的情绪。老师建议家长，囡仔咧烦的时，会当带囡仔来看绘本、耍游戏，转移囡仔的注意力。爸母爱有好的情绪，才会当提供囡仔有好的成长环境。记者陈文成、准由台北采访报道。